相公别来无恙。你不是独人娘吗？真是。怎地从水中而来3年前我在赤头江，当初蒙吕相公慷慨相助150两赎身银子，相公曾经我永世不忘，故而今将明知相认，也表敬意。这样，这。哈哈哈哈哈！区区不离，不人敬意。沈夫人先让千两文银，但就与沈娘一见。这好事好事，沈大爷稍待，让我去把沈娘叫上来。春花啊，哎，送上啊。
啥？婶娘，妈妈上来了。哦，走。李郎放心，是吗？你带李公子去躲避一下。哎，来。婶娘，啊，妈妈来了，请坐。哎，婶娘，有一位姓安生父老爷在马上前无能的国，他远出千金，这就见你一面。是女儿不接，你也太任性了！妈妈开的这你出院，做的是妈妈风流的生意，哪有过不七不是不表的道理？都像你这样美丽离家，叫妈妈和西北风去啊！李公子2年来也为令我好人千金，算不上不七不是吧？这些银两却用了2年，妈妈也没有亏待他呀。哼，这可惜你陈院是千人万人的风流院，你杜十娘也不是李家一人的杜十娘。三人从一而终，我为李公子一人所有，哪个都好啊！一人所有那好啊，你叫他为你做生。妈妈，你说什么？叫他拿出300两纹银来替你说生。收300两纹银？是啊，别人来说你杜十娘，妈妈我要一斗金子。对李公子来说嘛，我买个人情只要300两。妈妈，此话当真？哼，我从来说到做到，几时骗过你嘞？实在为吉，实在为吉。你快说啊！妈妈要身家银子300两，那李公子怎么拿得出你？妈妈，果真是300两纹银，实在为吉。怎么样？他能办得到吗？啊，多谢妈妈。妈，你虽要下得过早，妈妈我还有话要说你。10日之内拿不出300两赎身金来，立即永死不得登门。你与我即刻。这怎么样？乖不乖？与我上一结账啊！啊，来呀，结账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母女俩实实小小，不必当真。哎，也不要难为李公子了，是吗？哎，明天就好好当发李公子走啊！你就下来接卡。妈妈，哎，怎么？你现在就跟我去接卡？哎呀，真是我的好女儿了！不，女儿与你上结账啊，妈妈，结账啊！妈妈，可有喜讯？哎呀，沈大爷，真是不巧，婶娘今天身体不适，婶娘是着重视你的。哎，沈大爷啊，你10日之后再来吧。10
这娘的架子未免太大了吧？妈妈答应你说什了？想不到妈妈会开金开，好彩先头让你偷小走，他要你300两纹银当上家，实在为其做三女，话材了风雨你还有是有，有然我自己年里无常在到白头，啥子你无人当成鸳鸯家，实在只有恰到那三女高前的小酒在忙院张满走，有然那方才遇当半步定须，看你高兴得落来了。你让你怎么了？莫非你不愿为我所生？不是的，你不愿我结为夫，把手接牢？也不是的。那你究竟为什么呢？2年来好运天津无所有，两手里张满清风张满袖，翻手乃为天河水，上将真相月老酒，抛出心头淌了水，离家无力玩小酒，好几月偏逢落乃是我的心啊，被人提来太辛苦，一人提来一人痛，错过了提心在哪里，怎看得破了唇瓣定儿须，竟不是心急心气泪水泪。丽拉，我知道你哭啊。婶娘，你不要哭。丽拉，你在京城之中有没有3亲6眷啊？有的。那有没有同窗好友？也有的。
既有3600同窗好友，我不上家300两文银，以解纯美之急。哦，这倒是的。三娘，我去接，我去接。丽拉，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尽管说来。啊，我就去接。平生愿望，几多美离尘三瓦二鬓丝罗锦衣囊，脚踏彩礼不张张，那玉子郎玉子暖细细同样，都在银当中。老比一起惊动，如今不发富，无人也不张重。定是定，貌是貌，实在等可靠的人儿继承梦。求苍天赐我愿过完落月圆，阴月圆。
落落错来你多长，为受情泪不一方。年妻儿化作头，新娘啊，燕弟，你回来了，可曾用餐？几份为菜，不以为凉，吃得饱饱的。看来有没有见到人家？为人开口依照举行，众人开口每每当实，更有人者将我教训。燕弟，不必烦恼，这贱人所生之事，你何可当真呢？此乃天下第一等大事，我岂可有误人呀？以我之见，不是你负人娘，而是人娘负你。何以见得？请多多指教。燕弟呀，你我是同场见你到京东，可见手动终于说，修到我爱同人子多事多，一年我年长几岁，今日多。那十娘是京都名妓所的，岂肯300两银，娘你这下心一颗。杀从良，千金为凭不为多，杀从良，万须用不良民族。本明日见你两手空，也是你高台艰难攻，因此让那母女设下所生计，每个人民断你了温柔十娘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十娘，我有一事同问。何事？不问也罢。莫非人子没有解答？开口就人难啊！我日夜奔走，口破出门，
也枉费心机。依我看，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。你啦，不要着急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死亡人。这米须呢，师娘，可曾有那么多水呢？我就是骗过你了，这300两为人上缺一半，你赶快设法抽水，免得无聊延期。好办，那就好办了，我去了。嗯。师娘，小姑娘来了。月啦，请稍待。拜托了，你放心吧。来，呀，不但是米须常常喜欢你，不是名字恰是师娘。一平心，甚至那太上老君外问呀，更觉得血脉舒畅多人。刘兄啊，你3年反而见我你同大事过不同情，害得我受尽更过多叹息，害得我想着飞飞愿错身。过生是天下风尘第一奇，刘女春要比清流女士差几分，所觉里红笔确定来自去，恰也有一方心痛须真情。往日里人也帮归多彼此，今日里这本情真同我心。师娘，哎，你我哪了？做什么？即刻去呀！从今天起，
你女儿再不用他了。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没有忘记，今天是我从良的日子。今天一到日日，你那里工资呢？那300两银子又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妈妈，300两银子是收奉上，请妈妈念收。哦，李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替神娘说声。说声。哦，我的李公子啊，想我你曾愿名家京都，我家侄娘乃是乐园之首，你这区300两银子也太小看我们了。妈妈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哼，我才收了你这点点银子，岂不说不了我家侄娘的芳名？妈妈，杀人今日，我杜十娘是有金的缘来，也为你挣得金银可用斗量，珠宝可用罗章，也够你享用一生了吧？妈妈是出家人不爱财，可越多越好了。妈妈，难道你忘记你我3结账？3结账，这是俺母女俩拍拍玩玩的。谁呀谁？你竟为上当受骗呢？李公子，神娘明白，你把300两银子拿回去吧。神娘。哎，对，李公子啊，你快把这300两银子拿回去，以后才可以上来上网哦。妈妈，你可言而无信，我可不能失信于李公子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不能为你买笑营生，我就断子绝肠。神娘，这娃娃死不得呀！哎呀，妈妈，神娘此次下茶，你免不了要落得人财两空。再说李公子实要去同窗好友到原衙去告你，我就不管许，一定要告你。是啊，到那时你还要受牢狱之苦，倒不是好合好散，是吗？好，我就承认了你们都是没有良心的东西，是吗？啊，把我上边的小孩子拿来。哎，这当我白养了你这几年，知道你这样事情也休怪我负你。今天只许你空手跟李家走，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动。多谢妈妈。妈妈，我
好事多磨金把脸，自个寡儿可天，一封书信一尊念，才参罢就说批脸。相告非愁词，李相公，下月那我徐叔叔两位姐姐来了。有情哎，相要相惜，相走齐。刘相公，请说。想我姐妹与刘相公素无往来，今日相招，不知何事。哈哈，本不该有劳两位大姐，闻得两位大姐与十娘这位亲近，行动手足，实在值得李家眼里年无来外，事关十娘进退，乱满女侧也是无有主意，故而冒昧相邀，共赏两茶。凡今儿夜日皇叔流离秦楼出关，几经才归，儿女十海。现日老人望于规劝，劝他所谓实用，密集父子情义，李家名声。李家有情，继父无疑，按照常理返家问婚，看来无妨了。想我被宋良难于上青天，宋良既难，婚事一定要办。太古这山与那山，过了一关，倒不是要做对报婚事办。一头难，偏要历经破逃走几番。新郎新娘一拜见礼，二拜祝
中姐妹，多谢了，我们也醉了，多谢姐姐。哎，早点歇歇吧，早点歇歇吧。最好，最好。啊，你的刘伯，雷兄最好，二位最好了，辛苦了。刘相公，你也辛苦了，真爱好，告辞了。最好。四儿，来。是谁？我是李家。你果真是李郎？这我还能是家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三娘，你看，我们已经完婚了。完婚了。情丝上做花开，早应要丹花开，大红的喜事今世人相心意间，交见也许并在两地，要别去海底是伤悲。一声娘子，江湖在山回，你是夫来，我是妻，不叫李郎把口改，叫一声夫君，我的夫。从今来呀，我堂堂正正为人我不唱无罪。娘子，啥
参照新娘，递给对新家新异性，快快穿上吧。做什么呀？离家出去，吉凶祸福，尚未可知。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我到了昂人，暂时细致无闻。你先回去，好言相告，再请亲友疏通。啥是工地利用，我只需一顶小轿，进我姑父。假如一年不用呢？那就等你1年啊！3年不用，等你3年。为妻替你生1男8女，不怕工地不用。言之有理。不过，久居行人，何以生计呀？常言道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不要门外生枝。”娘子，何不但这一瞧，为我解闷？哎，琵琶一对，言儿一段。娘子，琵琶在这里。呀，我的琵琶怎会到此？这是我叫四儿送来的。娘子的琵琶宽声一些，岂知可惜呀！哎，你呀。快去打听。哦，是。老大，哎，这位长车弟是谁呀？京都名妓杜十娘。
店家，银子拿好。好好。请最好。好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是什么上？是我不好，都有损人，给我再买一段陪你。店家，快！哎呀，来，说请海哦。算了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不能说。一段9日小，10里为大，请君笑纳。此次我这的容面，请了兄弟真心大面。在下新安圣父，经商扬州，动闻公子大面。绍兴所改生李家，途经挂州，闪烁一笑。久闻大面，今日欣慰，巧女。你我同是瓜州野宿客，我不到小弟船上同饮几杯。殿下，再来一单。好，请小心。请。哈，请哦，想不到李兄与侄娘昨日为友，今日为妻，真是艳福不齐。来，小弟敬你一杯。归临了，请。李兄，沈兄，这次你携机为家，不知老伯父意云否？这又何妨？我与娘子思虑再三，早有打算。难得。想不到李兄胸有成竹，沈某多虑了。来，再灌上几杯。家人，我今天不能进去，里面有人不能进去。外面何人喧哗？神我气痛。老爷，网上有人史称绍兴不正是家人，沿路寻找李公子，他要上船解说一酒一餐。什么？是我家中雷神？小弟告辞。我还是请了一见，快去。是。老爷唤你进来。两位老爷在上，小人有礼了。纪念3遍唐僧走，袅袅走向往事来。小人前年进府侍奉老爷，此番奉老爷之命到京城寻找公子，想不到公子已经上了归人，小得只得一路寻找而来。可有家属？待有老爷看信。快讲。这我在此不便了。不，沈兄面前但讲无妨。老爷讲，独是为家弥途之番既往不咎，实是一代妓女为家，有入门庭，必断父子之情啊！下去用软吧。李兄，依我看，人生难得一知己，为婶娘儿起家，为婶娘儿断落情，识得的，也许能成为千古之美谈啊！李兄，作何打算呐？几句行人，从长计议。哎呀，不妥啊！9句行人，何以生计呢？沈兄，请教。这一是照东厂施法，为吴某术不用。这二嘛，开门7件日，何以生计啊？这第三嘛，不是也罢，但讲无法，高瑞才行。李兄啊，争论日谁
娘平安能成全，也难免十八户所以难泪。是的是吉安桥畔石上去，也难免西子无本乘风流。家亲修容操旧年，随行琵琶弹杨柳。到那日县当中有万青水，这怕是南西李兄脸上去。这笔时候是好呢。倒不是你将神娘寄居在娘居，虽西屋也有我水泉泉流啊。姑娘家千两分银赠与你，也今为家做罢去。这怕死不得。李兄识别，这都是为你好啊，请。情淡谁不谁？邂逅相遇，花醉开，要心系离，爱中酒，当时不是当官情，一句一句打出了一重一重愁。多亏他生兄长女贤妻美，我只得全其泪扬飞。哎呀，夫君，你到这本时候再回来，你到哪里去了？生兄心中平川走，我觉得跟过生生同交流。从山时四季相望千杯上，也许你为妻将你苦等来。将我睁开口，千里浪山山衣裳如姻缘，
嘴边难出口，左难右难难杀人。刚在何以抗上对？千里马，不依我，是也少也。我在里挑人担草东四遇到是天道无义白当眼，真无法平生里风雨当真。好是老是指头荡千秋，指头落下当那头。
生死过已几百岁，难敌生生能的当作业，离家中人待是对，不可待国若父子几远人，你害我功名无人世，有意上交今难拒，到时今有人犯家十娘嘿，夫人犯家十娘惧，千中心传颂可顿心今相负东泪。夫君醒了。三娘，夫君，见你欲言又止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哦，但是无妨呢。是在那个生意上对娘子思慕已久。哎，你对这些做什么？娘子啊，愿为人家与情侣，恨与俱来是与归，谁有谁难为两与不，句句好人十不不可以三男女，只要两人相对，为其什么都不顾。娘子啊，那生兄父能敌过家我语，更难得年少英精于风流。夫君，你在我面前是别人做什么？生兄他虽有其实照耀着娘子你哎，这与我何关呐？娘子你叫他好才对。夫君，你醉了？我没有在。生兄他愿杀其境来拼命，我带去为金媳妇做把翠。夫君，为妻是经受不起这顿玩笑的呀。莫非你怕我重量不正，故出此言来刺退于我？但不知郎君是有不是吗？
不是玩笑，这是当真的。啊！李三，这是不是真的？这是真的。好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未必能挣1000两银子吧？是。你银子拿了没有？为的娘子姻缘，尚未。夫君，要是我这里有1000两银子呢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就是有1万两银子，也难以一代娘子同归过虑。常言道，天时出头辅佐子，我只得依从了。哼，只是你不要后悔呀。这样对你我都有好处。天已亮了，你还守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去通知你那圣兄先来赴前？啊！我要熟悉一番，你好叫人呐。啊！哎，三娘啊，三娘，从良，从良，我回来从良，我花了多少心机，盼了多少个时辰，盼到从良的一天。可是今天，盼到的是什么？盼到的身家银子1000两。
起了，一起了。杜十娘啊，杜十娘，你这双眼睛瞎了，瞎了，瞎了！你要珍重，我将生兄带来，杀不及娘子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你放心，走吧。哦。
顺利，身上回话，到头来万事一个要远看。大事情，世人痴心做事嘛，无下三多情，连本带恨，相太相。面对着情动明镜，谁当白？谢家在下了的上演巧妙啊！师娘，圣兄来了。人子叫进你了，叫了，够数了吧？够了。那就叫神吧。请师娘，请随我过走。沈老爷，不管当神父，神父。你的船在哪里？师娘，请看。哎，快点挂，快点挂。可惜啊！可惜什么？可惜船儿太小了。太小，我的船能上10银10担啊！许到你船长眼前上，你可知我愿有天般大，还有海洋深，你岂能装得下呀？李家无情，我生父有你。请师娘随我过走。我与李公子2年前好，我还要与他话别几句呢。应该。请。是。李公子，我要走了，难道你一句话都没有吗？师娘，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？你在他乡走旅游，你在我难道不是？年无关得进，难进李家门。为什么你怕年无要在？那分明是你家家隐语将我骂，你这也怕那也怕，一都不怕，将我推上
什么？350，价值多少？何止1000金？那比我沈家人还高了。离开我娘她便是江的尘沙。娘子，我离家。你就在徐林家，你来聘他，我将你看作观音娘娘，活菩萨，无愿明媒正娶真你为他，昔日儿凡人养着一家。引起杂，天地良心，苦佛掏心，今日真因没有家。这是什么？八月离人啊！你在这八月离人归无家，你不见八月难离家。三娘，我的妻呀！不怪他生父离间，世间大，是我中了规矩，将你骂。我求了娘子心有归，求娘子重归于好，各守三门呀，再不归你我来责骂，我拼死也要把你带回家。情儿女真经历关万丈，我只要娘子不要讲，你不见蒙受名字与皇王，三娘总算下了眼，也看得清哥哥是山楂，是山楂。外报下天明字，杜十娘身头用思成马。
如幻的舞台，如泣如诉的吟唱，如痴如醉的艺术，如火如荼的人生。粉墨春秋带您走进戏曲大师，感受梨园故事。每周3晚19点，七彩戏剧频道。